第二件代志，安尼，即礼拜六11月30号是按学校的运动会。透早的时阵爱共款7点半开始来学校上课哦。你莫讲哦，今仔日是拜六，我着困好到晚的，安尼是毋对的。按是正常时间上课，安尼知无？所以拜六几点来上课？有人讲7点就会使7点10分就会使开始来上课啊，所以记一拜六，记得来上课。要运动会是不是爱走比赛？敢是搁爱拔河？所以这几天恁大家就爱乖乖啊，慢慢啊行，轻轻啊行，千万唔通用撞的，若跌倒，规空受伤，就无法度比赛哦。安尼知无？